我们以为台湾的悲情历史已经锁入上一世纪的档案柜中，我们以为我们的母亲已不再需要为他们囚禁在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我们以为民主是一条不会逆转的康庄大道，是台湾不分蓝绿共同珍惜的价值。原来我们错了。2008年11月3日到11月7日，台湾前辈历经数十年，以血汗、眼泪、生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在短短5天之内，被强力撼动，摇摇欲坠。这一切变化，只为了迎接一个中国特使陈云林来到台湾。2008年10月29日，甫上任5个多月，支持度剩下20%的马英九，以强硬的口吻说，不能做好陈云林的维安，就不配称为政府。总统的一句话，让国安、情资、警政单位全员戒备，如临大敌。台湾一时之间退回戒严时代。2008年11月3日，马英九以超过7000警力的大阵仗迎接中国特使陈云林。陈云林一行抵达桃园机场之后，不只印着台湾符号的旗帜不准出现，连手持中华民国国旗的民众也遭驱离。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不是中国的，主权独立，台湾主权独立。我是骄傲的台湾人，骄傲的台湾人，有尊严的台湾人。警察，这些警察先生小姐们不是台湾人，他们是中共的同路人。爱台湾，它是我的国家，它是我的。我们台湾人在母干嘛？大南为台湾枭雄，大南为台湾枭雄，加油！不要忘记我！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拿自己的国旗，但是同一时期，5星旗却可以在台湾土地上公然飘扬，而且备受保护。为了陈云林的维安，从桃园机场到圆山饭店的国道沿线与一般道路全部禁空，连媒体的随行车辆都遭警察以逼车方式强行要求离开。开6楼，开6楼。
哪个单位的？共匪滚蛋！共匪滚蛋！撤除回弹！撤除回弹！共匪滚蛋！共匪滚蛋！我真的觉得很难忍受，说警察怎么能够拿国旗这样变成一件犯法的事情，真的很恐怖。这东西看起来像凶器吗？但是，经过民主洗礼的台湾人，已经不再轻易地屈服于威权的恫吓。除了民进党在立法院外举办为台湾守夜、向中国呛声活动外，台湾人民自动化整为零，以遍地开花的方式向马政府以及中国特使呛声。出去！中共给我出去！台湾加油！加油！西藏加油！加油！那去哪里？机场好的。机场干嘛？你看大陆进来啊！抗议啊！集会游行法是要依规定要申请的哦，你们有没有申请？我是来参观台湾的戒严啊！现在台湾又开始戒严了，所以我来这里参观。陈玉玲来台，如果维安没做好，我们就不配称为政府。马英九的一句话：威权统治卷土重来，人权被灌在地上践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视同准嫌疑犯。11月4日上午，纪录片工作者陈玉清在圆山饭店录影，被警察以台珠方式强行带至警局问讯。警察是人民的公仆。对，这个是在看看你是中华民国人民那我可不可以看你的证件？那我干嘛犯了什么法？我犯了什么法？你在我们的管制区里面出现。现在我是一个台湾的公民，我被警察迫害。滚回去！台湾民滚回去！台湾中国11月4日下午，陈玉玲至清华酒店与赖幸元会面，民意代表到饭店用餐，都遭警察粗暴驱离。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共匪滚回去！警察的暴行，连老外都看不过去，挺身为台湾发声。Taiwan! Because Taiwan is a free country. And you're giving it away. Y'all talk too much about me.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this country. It's about a free country, Taiwan. I'm nothing. Just because my skin is white, it's no different. These people are here every day. And they fight for this country every day. That's what you must say. This is a free country. Of course, people get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their own lives. And I don't want to be a part of China. I don't want the people I know to be a part of China. This is a free country with free people.